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3月8日，我们一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也看到以前的人对上帝的赞叹，对上帝的赞美，在我们当中也如此的来学习以前的人将来赞美上帝。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大能，也要在当中来歌颂赞美上帝的大能。我神真伟大，我们一起来到这当中来敬拜与赞美。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至上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上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
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参与在当中，你这许多的恩典与赏赐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这里面要献上的感谢与赞美。主，你在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了这许多美好的事情。主啊，主啊，我们看见你带领我们，你带领我们去攻胜了那许多的仇敌的城墙。你让我们在当中不被攻击。主啊，或许我们面对许多事情，你依然遮盖我们。主啊，主啊，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了。主啊，你的尊贵与荣耀要在这全地上，你要让我们带出这许多喜乐，你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将这些都摆上，献上我们的感谢，都与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今天3月8日，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诗篇第48篇第1节到第14节。诗篇第48篇第1节到第14节。在我们上帝的城里，在他的圣山上，上主至大，应该大受颂赞。上帝的锡安山高耸壮丽，大君王的城使万民欢心。上帝在城堡垒中，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他们一看见这城，便惊惶失措。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抓住，像临盆的妇人那么难过，像被东风击破的大船。我们曾听见上帝的作为，如今在上主万军的统帅我们上帝的城里，我们亲眼看见了，他要永远保守这城。上帝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普世的人都颂赞你，你的名传遍天下。你用正义统治，愿锡安山欢喜，愿犹大的城邑快乐，因为你的审判公正。你要绕着锡安山走，数一数它的城楼，你要查看它的城墙堡垒，好向后代述说，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8篇第1节到第14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领受，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领受？在今天经文里面，我相信当大家将来读的时候，也会看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恩典。在今天我们读的在诗篇第48篇，这边讲到说，在我们上帝的城里，在他的圣山上，上主之大，应该大受颂赞。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时候，人们常常想要透过建造圣殿、建造礼拜堂、建造会堂，去看到上帝的恩的伟大，用很多的资金，用很多的方式。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城也是耶路撒冷城，而在当中这样的圣殿，当我们看到山、看到那房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好棒哦！这栋房子，哇，这座山必定有上帝特别作为，必定这个人有很多的钱，砸了不少钱来盖这些房子。然而，当上帝听到大卫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其实上帝也讲过，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些，我没有跟你要求过这些。然而要建造圣殿的人，必然是圣洁的人。建造圣殿的人必然是清洁的人。虽然上帝喜爱大卫，但是大卫在前面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的战争在发生，他手上流了不少人的血，所以在这里面上帝不让大卫来建造圣殿。所以当我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上帝在当中在带领，上帝在当中来拣选。上帝并不是不喜欢大卫，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人们势必有许多的联想。在建造这些的时候，很多的联想在当中，就像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是带着政治，带着许多的经商在这里面。所以很多人早期看到基督教，也就想到那些，对他们来讲也很冲突啊。你们来到我们当中烧杀掳掠，而又在这当中来传播基督教的福音，讲到上帝是爱，对这许多人来讲是非常冲突。所以让所罗门来建造的时候，那种眼光会是不同。而在这里面，当大家看到这样的城，耶路撒冷城，在这山上，在这锡安山上，大家所看到的，就像前面的诗篇才讲到一样，这是圣城，这是圣山，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就在当中。所以这座城、这座山，其实重要的是上帝的保守在这里面。上帝不竟然要被局限在当中，但是因着人的需要，让人看到这圣山的时候，看到这圣城的时候，也就想到上帝在他当中，也就想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就像许多人来到教会一样，当来到教会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就会觉得上帝在这当中。确实上帝在当中，确实上帝的灵就在当中，但上帝也不只是在这里面而已。所以我们常常将上帝局限了。所以耶稣也会说，其实在哪边聚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你的心灵与诚实，你有没有最真实的将自己摆上。有许多人会去朝圣，会去耶路撒冷城，会去哭墙，会去那当中去经历犹太人所做的，会觉得哇，这地方很棒，这是上帝的山，这是上帝的城。然而在这里面也去看到上帝是不是真实在当中，我们会有这样敬畏的心，因为知道上帝差遣人去建造了这些。因着大家对上帝的回应，
而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在他的圣山上，上主之大，应该大受颂赞。所以在当中也是如此，当上帝拣选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在当中来颂赞，来敬拜上帝。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不论在教会或在谁的家，我们也应该在那当中一起来颂赞敬拜上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聚集是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每次聚集，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若2、3个人同心合意祷告，我就在当中。若有2、3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就给他们成就。上帝的锡安山高耸壮丽，大君王的城使万民欢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如此，看到的锡安山，看到的耶路撒冷城，看到这块土地，看到这座城，看到这圣殿的伟大，在当中大家在当中来欢呼，来赞美，赞美上帝，赞美大卫的城，赞美在当中所立的君王，也在当中可以看到基督就在当中要坐着为王。所以就像昨天的经文一样，我们要拍掌，要欢欣，要赞美上帝在当中。就像很多教会他们会在礼拜的时候大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或许没有这样经验，我们或许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要这样喊。然而在这里面，当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大喊赞美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这样呐喊的时候，其实当你的心随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真实的你的心也将来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的大能，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上帝的锡安山高耸壮丽，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常有上行之歌，也就是在爬山的时候在唱的。当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在往上仰望的时候，看着锡安山，看着耶路撒冷城，看着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所以大君王的城使万民欢欣。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许多创造，我们很赞叹这一切。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会去旅游，不管去到哪个地方，有许多我们无法去破解说当初怎么盖的，现在有这么多机器都不一定能够做得起来，以前的人，以前的时代怎么完成这些建筑的，其实都很难以想象。所以当中也有很多的赞叹在当中。上帝在城的堡垒中，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耶路撒冷城不好攻进去，难攻易守。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的大能也在当中。上帝保守着以色列人，上帝也保守着这个国家，这些民族也这是上帝所拣选的。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在你的生命里面，上帝是不是也这样保守着你，这样祝福着你，这样带领你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在这所有事情当中，我们是不是让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看到上帝与你同在？上帝在城的堡垒中，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当我们进到那当中，我们就可以享受那样的平安与我们同在。上帝的平安就在这当中。或许有许多的攻击，或许有许多箭射进来，我们看到就像是以色列像现在在打仗一样，常常会有许多攻击，会有迫击炮，会有飞弹，会有什么打，但是有很多的防护系统，或许会有几颗打到里面来，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也有这许多防护系统在当中。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很需要这些防护的系统来帮我们抓住这些攻击。我们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有一个保障。所以很多人寻求这样的保障，也在当中看到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看到上帝保守在当中，也在当中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在城的堡垒中，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
所以前面讲到这边说，它这是一个避难所，这样的堡垒，它保护自己的子民。其实这也在显示，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城而已，其实对这整个国家也都是上帝在保守。或许我们会看到过去的历史，有很多时候好像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好像以色列人被掳了。其实在那前面也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人得罪了上帝。接着我们看，在这时候其实也跟现在很像，以色列人从以前到现在都经历了其他国家的围攻，周围的国家都这样围攻他，周围的国家都不喜欢他。我们看到单单只有耶路撒冷以色列，其他人好像都是回教国家。在过去也或差不多是如此，都许多是外邦的民族在当中，所以常常去经历到其他国家的攻击，甚至好几个国家的一起连结。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所以他们合力来攻打。所以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好像是我们很多有时候会被反叛，会被背叛，很多的朋友集结，过去可能是朋友，现在可能变敌人，集结来攻击你。或许他们知道你的秘密，但是你有没有去堵住这样的破口？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这些人他们集结了之后，好像能力更大、更强，所以他们要来攻击上帝的山，攻击这锡安山。但是当他们来到这当中的时候，一看，哇，这很难攻呢，这很难打。他们有预备，更重要是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他们集结的时候，人越来越多，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然而在当中，这些国家他们有没有同心也很重要。常常那种结果都会是各怀鬼胎，然后这当中各自有盘算。而在这当中，他们看到这城，哇，这座城怎么可能打得下来？当我上去的时候，要到那墙边的时候，我就要损耗多少兵力了。所以当他们一看见这城，便惊慌失措，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其实在大卫时代，在过去的时代，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里面的人都觉得，你们怎么可能打得进来？怎么可能打得赢我们？所以他们也会去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这墙这么巩固，怎么可能让你们攻进来呢？你们怎么有这样能力呢？你们再多的人也打不进来啊！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面对这样的时候，他们倚靠的是自己的能力。所以在当中也看到了，就像是人面对了上帝一样。就像是那螳螂要去挡那台车子，就像我们在讲的以卵击石。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还是依靠上帝的能力？当人虽然非常的多，集结起来，很多的国家集结起来，虽然像中国在讲的人定胜天，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胜过这一切，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如此，上帝的作为在这当中。所以当他们看见这城，其实也是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能力，上帝就在这当中。他们便慌慌张张的逃跑，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抓住了，像临盆的妇人那样难过，像被东风击破的大船。所以他们好像很伟大，在人来看很伟大，就像那海中的那艘大船一样，就像那铁达尼号一样，就像这许多觉得很伟大的船，很多伟大的国家，若不是依靠上帝，若不是降服在上帝面前，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以卵击石。所以在当中讲到说，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抓住了，
像临盆的妇人那样难过，像被东风击破的大船。所以在当中有许多的恐惧临到他们。所以那船觉得自己很伟大，然而面对了这样的自然的境遇的时候，也不过就是那样。所以这边继续在讲说，我们曾听见上帝的作为，如今在上帝万军的统帅，我们上帝的城里，我们亲眼看见了，他要永远保守这城。所以就像约伯在讲的，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也要去经历这一些。过去听闻许多上帝的作为，不管是在新约或旧约，不管是在过去整个教会的历史，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或我们自己教会的历史，我们听了许多上帝的作为，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去经历到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作为要在我们当中，上帝的带领要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去亲自去经历到上帝怎么样来看顾我们。当我们去经历这许多事情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保守？上帝恩典就在这当中。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曾经听见上帝的作为，我们听了许多见证，许多过去的讲道，许多过去的人在做见证，或我们当中的人在做见证，但是你要不要去经历这些？我们许多人都说我们软弱，我怎么样？你要不要去经历这一些？其实有没有经历过很重要，很重要。虽然耶稣说，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摸也摸着的人，变信的人是更为有福的。但是我们人何其有软弱，我们需要去经历这一些。虽然我们还没看见，还没摸着就信，但是我们希望圣灵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带领。我们也期望上帝的作为就在我们当中，就像这边在讲的，我们亲眼看见了，他要永远保守这城。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作为在当中，上帝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了上帝将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曾听见上帝的作为，如今在上主万军的统帅，我们上帝的城里，我们亲眼看见了，他要永远保守这城，他要永远保守这城。所以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他会祝福到前在。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他会一直祝福着我们。然而当我们得罪他，当我们在当中这许多的事情，当我们在当中我们得罪了他，我们亵渎了上帝，亵渎圣灵的时候，就不是如此的。所以让我们生命不再是陷入在那个情况，而是要去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我们要歌颂，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大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在讲到说许多人他们怎么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会看到别人就跟着做，而在这过程当中也让自己来摆上。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敬拜在礼拜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看见许多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上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欢呼，一起来赞美。当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欢呼赞美。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只是看见，我们只是听见而已，我们也要让自己亲眼看见，也去经历到。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如今在上主万军的统帅，我们上帝的城里，我们亲眼看见了。所以当我们来到圣殿，我们来到上帝的殿，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愿上帝就这样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许多的事情里面去经历它，去经历它。接着他这样说，上帝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如此？我们有没有如此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来歌颂他，来思想上帝的作为？这边讲到说，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我们在当中来回应你，回应上帝，来经历上帝的恩典。
在当中来回想上帝的恩典，在当中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当中来数算上帝恩典。上帝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或许我们不是很大声的来祷告，我们不是很大声的来回应，但是我们也让自己回到上帝的面前。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让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让上帝的恩典就祝福在我们当中。上帝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愿上帝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愿上帝的恩典慈爱就在我们当中。上帝啊，在你的圣殿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普世的人都颂赞你，你的名传遍天下，你用正义统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就是如此。而当我们真实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传扬；当我们真实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出去。而在当中，就像耶稣那个时候一样，当他开始在传道的时候，他传道在讲道之后，为人祷告，让那个生病的好了，让那个瞎眼的得以看见，让他死去的活过来。当他开始这样服侍的时候，众人看见，就开始将这许多的事情就宣扬出去，有更多人聚集在当中。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全城的人都来的。当耶稣去到哪里，就许多人都聚到那边，因为期待去经历这些事情，期待去经历到生命得到医治，病被治好了，瞎眼得看见，瘸腿得以行走，死去的活了过来。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难处的，上帝与你一起来承担。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这当中有许多人在传扬，普世的人都颂赞你，普世的人都颂赞上帝的大能，你用你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就是上帝的大能在当中，这许多人在经历的时候，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这许多的国家来攻击的这些国家，他们回去，或许他们慌慌张张的逃跑了，但他们回去也会去讲啊，这个国家怎么样？以色列这个国家如何如何？而这当中也让上帝的名被传遍了。因此在这里面，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在这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参与在这当中？我们也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上帝使用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上帝也要祝福在我们当中。这边讲到说，你用正义统治，愿西安欢喜，愿犹大的诚意快乐，因为你的审判公正。所以前面讲到说你用正义统治，后面讲到说你的审判公正。其实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标准都一致的，我们人常常不一致，我们常常有分远近亲疏，谁跟你比较好，谁就比较有弹性，谁比较不好就怎么样。同样一件事情，这个人做你觉得很棒很棒，那个人做你骂到臭头，同样的做法，同样的结果，但是不同的评价。我们常常因着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回应。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标准都一样。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上帝也就将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不同个性，我们当然会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感受。所以当上帝一样对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有些人会感谢上帝，有些人会很不开心。就像送一块饼一样，上帝知道你饿了，给你一块饼，有人会感激的流泪感谢，有些人会觉得你在施舍我。同样被管教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哇，感谢上帝的提醒，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你都针对我。然而在当中，当我们有反省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提升，会被调整。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就是如此，这些诗人他们将去经历，他们明白上帝的作为，
所以这当中讲到说，你用正义统治，因你的审判公正。所以在这里面也讲到说，你们要绕着锡安走，数一数它的城楼。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经历这一些许多的事情，你们要查看它的城墙堡垒，好像后代述说，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看清楚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在我们这许多事情当中，上帝怎么恩待你们，恩待我们？上帝怎么样带领着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就这样就好了，事情就这样吧。但是也让我们去看到，这当中，当我们在数这些城墙的时候，当我们数这些城楼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么几十年来，台湾早期可能房屋都只有1层、2层就觉得很高，后来越盖越高，3层、4层、5层、7层、14楼。到后来有那51层的、70几楼的101高楼，而这当中你所看到哇，这些在表明我们人有这样能力，把这层楼越盖越高，把这大楼越盖越高，也看到我们有这样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上帝的作为也在这当中。当人们看到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城，也在想这些事情怎么盖成的，这些事情怎么做成的。当看到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却能抵御周遭这些列国列强的时候，也在想这怎么可能？在过去的打仗当中，都会觉得以色列应该都要输的，周围这些国家都会觉得怎么算都不会算到这一点，以色列会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当上帝保守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色列就被保守住了。但是，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当他们不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时候，他们的城墙被攻破了，他们人被掳了。所以，以色列每次都打赢吗？也不尽然。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顺服在上帝？这边讲到说，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就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最后的说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选择，你们要跟随上帝还是不要。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这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生命的告白是如何？你只是要这些利益吗？还是愿意领受这样的恩典，就这样宣告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也就像约书亚的宣告一样，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在这样的颂赞的过程里面，在这样回顾当中，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也让我们回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48篇，你听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领受了什么？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颂赞你的名，在这当中看见主你的大能，在这许多事情里面去看见主你的作为。主，我们要将这当中来颂赞你。主啊，或许我们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然而这所有一切的人无法胜过你。主，唯有我们来到你面前，将自己摆上，愿主你大大的恩待我们，也在当中来颂赞主你的名，让我们看见主你的作为，也让我们去经历上帝你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你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你的恩典祝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害怕去面对这许多的事情，而在当中也让众人去经历到主你的大能，也要让你的名来传遍这世界，主啊，传遍这全地。愿主你大大的祝福在当中，也愿主你恩待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你。